透早4点外，大家还伫困，抑阁有听到狗伫吠的声，愈吠愈久，所来开始吹狗铃。这是中华二林镇有住户饲120只狗，好出面头尾真无奈。狗啊，伤惨啊！那你这样无时无刻都在那边叫，是不是吵到整个社区大家生活都没有办法安宁，也没办法上课，因为睡眠都不够嘛。啊，就拢暗时拢袂困的啊！啊，你时嘛吠，暗时嘛吠，吠到吵到就主妇大家都讲袂调啦。出面讲，这1年来，逐工透早4点就会听到狗伫吠的声，都袂输是逐工的乱情啊共款，吵到拢困袂去，差不多4点时就会自动精神。时间袂赶就紧张啊，就咁样就敢若讲，哎，天到要吠就该，有时候变成尾就该自动醒来安尼啦，为开始嘛是毋是看安遮啦。李刘讲，这个狗主人是去年为溪州搬来住的，已经甲苦劝几啊摆，抑过都无改善，只好拜托警方甲动保所的人来处理。总共劝导2次哈，然后劝导无效后，我们依社会法哈移送到那个分局裁罚。那在经济负担可以的情况下，可以送到这个训犬中心去训练哈，把这个狗的吠叫的这个坏习惯可以来把它改掉。因为狗伫吠的声，确实影响到住户的安宁，警方捌依照违反社违法，将伊来函送，抑过呢依然无改善。动保所的人会到现场去检查，确认讲狗敢有登记，敢有绑起来，嘛建议狗主人会使将这个狗送去训练所，就较袂遐熬吠。这个厝边拢望讲，这个狗主人会使经营一个安宁的社区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